大家嚟到第二日西北之旅嘅行程啊！今日嘅唯一一個景點呢，就係察爾汗鹽湖。察爾汗鹽湖呢，係中國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區嘅一個鹽湖嚟㗎，位於喺呢個柴達木盆地嘅南部，跨咗一個市一個縣，就係格爾木市同埋都蘭縣。咁佢分別咧有4個湖嚟形成㗎。咁呢4個湖咧其實都係鹽池嚟嘅。咁就分別係達布遜湖、南霍布遜湖、北霍布遜湖同埋瀝涉呢幾個鹽池。成個大面積咧總共咧有5856嘅平方公里嘅，係中國最大嘅鹽湖啊！咁而咧呢個鹽湖咧係點樣形成？好簡單，一啲好普通嘅化學知識，就係由於水分不斷咁樣蒸發啦，鹽湖上面咧就形成咗呢個堅硬嘅鹽蓋啊！講都唔知啊，原來咧佢呢個鹽蓋上面咧都會起埋呢個青藏鐵路同埋青藏公路噶。咁啊，大家都見到我咧喺嗰個鹽湖嗰度咧，其實冇得好似上一次咁樣嗰個茶卡鹽湖咁樣咧行落去噶。點解啊？因為裡面咧儲咗成600億噸嘅化學物質，包括氯化鈉啦、氯化鉀啦、氯化鎂等等嘅無機鹽，行落去我相信溶咁滯啊！咁樣咧，而呢個察爾汗鹽湖咧，其實係一個由海成湖嚟嘅，青藏高原形成嘅時候咧留低嘅古特提斯海嘅海水累積形成嘅，咁所以咧就變相咗分裂咗咁多個鹽池同埋湖啦。咁同埋咧，其實呢個咧係青藏高原嘅最寶盤嚟噶，所以變相咗咧，大家咧都係一定要去體驗下啦。而我去到嘅旅遊經歷啦，咁其實咧去到嗰度咧，大家會停喺一個停車場嗰度，跟住之後咧就需要咧買80蚊嘅飛，坐嗰啲旅遊巴咧去入到去嘅，因為佢呢個係中國最大嘅產業之一啦。如果入去呢個景區嘅時候，去到呢個比較靚同埋比較公眾嘅位置嘅話咧，係需要咧都要30分鐘嘅。而其他地方咧，其實都唔會俾你落車，佢係一路坐住個旅遊巴，跟住之後一路喺度簡介緊呢個察爾汗鹽湖噶。另外啦，大家都要記住一樣嘢啦，其實咧去到嗰度嘅時候咧，個海拔咧雖然唔係高，但係都會有翻2650米左右噶，所以變成咗咧，大家咧都係睇翻自己會唔會有呢個高原反應啦。話俾大家聽，西藏有318國道打卡點，其實西北打卡咧都有一條公路㗎，嗰個係青海嘅 G315國道。不過咧嗰日真係唔好彩啦，呢條315國道咧正在做緊呢個擴闊工程啊，所以變相咗咧，司機就帶咗我哋去一個類似嘅公路嗰度咧去影相。咁但係咧影出嚟嘅 U 型咧，其實都唔係話真係太靚嘅啫。咁我都係喺呢度係咁樣打下卡㗎咋。而家咧嚟到水上雅丹啊，見唔見到多咗頂帽咧？咁就喺呢度買嘅，價錢就40蚊。因為咧就實在太曬啦，同埋咧就喺屋企嗰邊咧就唔記得戴帽，所以就變成咁樣啦。而家咧呢度咧水上雅丹啦，咁其實係一個地質公園嚟嘅，咁佢亦都有後面見到咧啲房車咧係可以咧係喺度住咁樣啦。而家咧就行咗入去個景點先。領隊叫我哋今日就係着牛仔褲啦，跟住着吊帶背心，跟住我而家一落車呢係爆凍咯，超凍啊！係佢我裏面已經係唔係背心，因為實質嚟講我都唔會着背心呢家嘢嘅，但係個問題呢，我裏面呢係一件第一日嚟西寧着嗰件嚟嘅，咁啊穿咕窿嘅衫，跟住好彩件衝鋒衣咧都頂到下。而家咧有個指示牌嘅，咁我直去嘅話咧就會去到海龜灣啦，去轉右嗰邊咧就海金沙灘啊、西海艦隊係咪艦隊啊？跟住之後蓬萊仙島同埋望海台嘅，咁我哋喺呢度咧會有2個鐘頭嘅時間嘅，咁我哋去咗
海龜灣先。而家講一講水上亞丹地質公園啦，呢個地質公園呢，講咗個地點先。咁個地點呢，其實就係位於青海柴達木盆地嘅腹地，喺315國道嘅側邊嘅啫。咁其實呢，就係世上唯一呢個水上亞丹嘅地貌群嚟嘅，因為咧呢個吉禮爾湖面上升淹沒亞丹群形成啦，咁變相咗嗰啲風蝕土丘咧就屹立咗喺呢個藍色嘅湖水上面啊，咁亦都譽為百鳥千島湖啊，咁咧都係一個自駕同埋攝影嘅地點啦。咁而我嘅感受其實睇完之後咧，就係個人感受冇乜特別，因為咧之前睇嘅鹽湖啦、日月山啦，喺香港咧都係比較難見到嘅地點嘅風貌啦。咁但係咧呢樣嘢咧，地質公園咧，無論喺台灣啦，甚至西貢咧，好似都見到，跟住變相咗咧就冇乜驚喜。咁而咧，其實2個鐘頭咧，根本咧就係行唔晒㗎。點解咧？因為裡面咧太大啦，成10000平方尺喎，跟住仲要食埋飯喎，邊有可能行得晒啊？咁啊，同埋裡面有觀光車，咁啊觀光車咧，其實我哋成班團友啦，其實我哋小團其實就得8個人嘅啫，根本都其實冇入去，因為咧我哋入去嘅時候咧，淨係包咗門票，冇包觀光車嘅票啦。而觀光車嘅票咧就60蚊一程啦，咁即係來回要120蚊喎。所以如果大家咧要去到小紅書水上亞丹嘅打卡點嘅話咧，就要花費下呢120蚊啦。嚟到呢個第4個湖啦，第4個湖咧就係大茶蛋翡翠湖，位於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區大茶蛋行政區大茶蛋鎮內。咁而呢個鹽湖咧，其實大約15嘅平方千米啦，由水同埋礦物質組成嘅。喺度建議大家啦，真係要去啊！雖然呢個咧係海西洲第3大嘅人工湖啦，因為佢咧嗰個鹽嘅含量咧比較高啦，同埋咧4季都唔凍啊，咁所以咧佢咧都可以呈現咗唔同嘅顏色。而呢啲顏色嘅形成咧，就係因為湖裡面咧有唔同濃度嘅化學物質，例如鉀啦、鎂啦、鋰啦，咁同埋咧佢都好清啦，由水面咧睇到下面嘅岩層嘅。咁而咧我亦都喺度十分之建議大家啦，嗰度其實咧係要搭個小火車嘅，之後咧去到終點站啦，嗰度有個觀景台，咁啊花20蚊上到個觀景台上面，咁啊睇翻落去，嗰度真係太靚啦！如果咧唔想去嘅話咧，我嘅個人感受咧就係會後悔。如果係喺地面平面睇啦，咁其實咧喺個湖側邊嘅影相嘅話咧，都係十分之難呈現到個顏色出嚟嘅，唔係呈現唔到嘅，但係咧係真係冇喺觀景台睇到係咁靚嘅顏色。真心建議大家去到終點站去睇啦。咁而中途嗰幾個站咧，其實如果大家中意影相嘅話咧，我就建議大家都係喺翻終點站就 OK 啦，因為可能有時玩嘅時間唔多啦，又再加上之前有少少高原反應，可能都會攰嘅。咁所以咧就唔好行咁多，咁去到呢個翡翠湖嘅時候咧，去到終點站，跟住之後咧喺嗰度玩啦，食下嘢，影下相咧，已經十分之足夠啦。青海黑獨山啦，咁其實黑獨山咧係位於海西州望崖市冷湖鎮，咁海拔咧大約喺2800米至到3860米之間，咁平均嘅海拔咧係大約3200米嘅，咁而嗰度咧係以黑色山岩啦同埋火山岩地貌著稱啦，係被譽為地球上面咧最似月球嘅地方，所以形成咗呢個獨特嘅黑色亞丹地帶。其實黑獨山咧係屬於祁連山脈嘅支脈嚟嘅，地形比較荒涼啦，咁都係比較獨特嘅。咁而呢個咧就係講到咧係比較熱門嘅景點嚟嘅。咁因為佢嗰度咧，我嘅個人感受就係嗰度咧其實海拔咧就比較高啲，所以咧行嘅時候咧真係要慢慢行。其實大家見到我咧呢度可能都係得
好少嘅片段啦，就係因為我去到嗰度其實已經開始有高原反應啦，加上之前咧其實好似冇乜感覺，但係咧已經開始慢慢去到黑獨山咧，應經個高原反應咧都比較嚴重少少啦。佢嗰度其實要行樓梯嘅有啲位置，咁但係咧我亦都係已經冇行上去噶啦，因為已經行唔到，咁又要休息下。而家咧我係入住咗大柴旦嘅酒店啊，頭先咧去咗一間酒店咧，佢唔收我呢個香港人，所以咧就旅行社咧就即刻換咗酒店俾我啦。咁呢間酒店咧明顯係比嗰間咧係高級啲啲嘅，咁啊同埋會新啲，比較近市區多少少嘅，咁啊 let's room tour 啊！首先咧一入到門口咧，右手邊都係廁所嚟嘅，咁啊睇落咧係亦都係比琴日茶卡嗰邊乾淨好多啦，亦都有乾濕分離嘅。呢度咧我哋係會住2晚啦，希望聽日喺呢個位置咧洗頭啊，跟住之後咧就馬桶啦。好啦，呢度咧亦都有2支水提供嘅，咁啊有哇，我唔夠膽上稱嘅磅啦。之後有衣架，但係啲衣架大到咁樣嘅，有個全身鏡，跟住一張大床，咁同埋咧呢個空間咧係十分之大㗎。